回来！经理，你干嘛打我呀？这个方案是不是做好了？我看一下。是啊，我现在正准备拿这个方案去领奖金呢。行的啊，这个方案是我的，你重新再做一份。不是经理，这是我熬了10几个通宵才做成的。怎么不熬死你啊？经理，这是我做的方案，我现在拿着这个方案，我正准备去领奖金。我爷爷还在医院住院呢。你爷爷生病了关我屁事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如果让第三个人知道的话，我有你好果子吃！赶紧走。老板，我的报告已经做好了，你看一下来。做好了，燕子也来了，我看一看啊。哎，这报告做的挺不错的呀，正好符合我心中的预期，跟那个李总的那个理念不谋而合，确实不错啊。咱们的王经理就是经理啊。你这样呢，项目当时我也说过了啊，这个方案啊，谁做得好啊，给出2万块钱的奖金啊，现在直接给你，好吧？拿着来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没事啊。你的方案呢，燕子？这就是我的方案。这谁们是你的方案呐？这胡说八道啊！自己拿不出方案来，还赖上我的啦？这就是我的方案，我熬了10几个通宵才完成的。我爷爷还在医院里面住院，我等着这个方案的奖金去给我爷爷治病呢。真是胡编乱造，编故事呢你！你堂堂一个什么学历啊？才一个初中文化的学历，你还能做出这么好的一个方案来呀？鬼才相信呢！行了啊，这个王经理啊，说话归说话啊，别人身攻击啊。现在你说你公说公有你，你婆说婆有你，好吧？那我现在呢，就在这个方案上，咱们来见真章，好吧？既然说啊，你们都说是你做的，我就把方案的细节啊，给你们了解一下，好吧？行啊。你说一下这个方案的第4大章啊，它的一个主题说的是什么？主题是和李总的。老板，我知道。啥呀？市场分析报告。是啊，他怎么知道？他没做他都知道啊，你做了你反而不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还有最后一条是跟李总敲定的项目预算60万。对呀，我看这后面是项目预算说的是60万呀。那我也知道这个最后的一条是项目60万呀。那你60万，那人家说完，那你才知道啊啊！那只不过他的速度快一点嘛，我慢一点呗。那第1条我刚才说主题的时候，你咋没说呀？啊，还快一点，慢一点。我就是卡壳了嘛。你卡什么壳啊？啊，这事儿已经明显见真章了啊，对不对？把钱拿过来吧。啊，老板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样了啊？就对于你现在这种品行啊，对上欺上瞒下的啊，对象啊，去顶替员工的功劳，你哪有个做经理的样啊？我告诉你，德不配位了啊，好吧，去财务栏结工资走吧啊！这种品行不适合在我公司，走就走，不像样。那把钱拿着呢，燕子呢？听我说啊，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啊！咱不是说学历低。